尊敬嘅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立法會議員、商界代表同埋各位市民，大家下午好。今日我企喺呢度就係要同大家講一個困擾我哋城市嘅危機啦。冇錯，就係香港嘅長者貧窮問題啦。根據2023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全港約160萬嘅長者入面呢，其實有33.4%，即係超過54萬人係生活喺貧窮線以下嘅。而佢哋係連食物、租金、藥物等等都難以負擔。我嘅提案銀齡勞動力整合計劃係一個好大膽嘅計劃，目標係喺5年內令到20萬嘅長者係可以投入返喺呢個社區度工作，可持續發展嘅就業市場入面，將佢哋依家喺香港嘅就業率8.5%提升到約30%。呢項計劃聚焦喺3個關鍵群體上面。20萬具備工作能力嘅長者，其實有5萬個係有一啲具備專業技能或一啲特殊嘅技能等等。而全港各行業嘅2.5萬機構啦，同埋150間長者服務中心都會擁有嘅。等我用一個故事去說明呢個問題啦。喺深水埗一間社區中心啦，我認識咗陳太啦。佢係一個67歲前學嘅廚師啦。佢隻手其實仍然穩健嘅，做到好多功夫嘅。佢煮嘅嘢都係好好味，食譜都好完善。但佢可以好輕鬆咁為一班人煮一餐唔同嘅飯啦。但係自從佢60歲退休後啦，佢申請咗25間廚師職位嘅機構或者一啲 NGO 等等啦，但每次都俾人拒絕。而唔請佢嘅理由都係因為話佢年齡太老啦，或者驚佢手腳太慢等等啦。而而家佢只可以依靠長者生活津貼，約每月3500蚊港幣，其中2200蚊佢更加需要支付佢劏房租金嘅費用，剩翻1300蚊，佢僅僅夠買米或者偶然嘅止痛藥。但其實佢唔係話好虛弱，亦都唔抗拒工作，佢都好渴望貢獻為社會出一分力。但無奈嘅係我哋社會嘅制度將佢拒諸於門外。陳太嘅故事顯然易見，並唔係一啲個別嘅案例，而係超過50萬長者嘅現實。呢啲人佢哋冇放棄自己，係我哋社會放棄咗佢哋。呢場危機其實咧間接令香港損失咗約400億嘅港幣，包括醫療、福利同埋生產力嘅流失啦。呢啲錢原本可以用嚟起建學校、房屋等等，但其實咁樣係加重咗家庭嘅負擔，等子女喺照顧父母同埋選擇養育孩子之間左右為難。佢辜負咗我哋呢一代人，曾經都係工廠工人、教師、司機，其實佢哋都為香港嘅繁榮打下咗基礎。但依家就要面臨羞辱，而且係非嚴重，所以我懇請在座嘅各位制定政策嘅官員、招聘人才嘅僱主同埋建設社區嘅市民，其實我相信你哋有能力改變呢一切。而今日我就會解釋點解長者貧窮係我哋唔可以忽視嘅問題，同埋呢個銀齡勞動力整合計劃係如何將長者數十年嘅經驗啦，可以轉化到我哋香港未來嘅資源。我哋嘅長者係唔係值得勉強生存？佢哋值得擁有目標、擁有尊嚴同埋發光發熱嘅機會。等我哋一齊實現呢個願景啦。咁點解其實呢個問題係咁迫切啦？咁我哋睇下一啲硬數據先啦。根據2023年嘅報告啦，其實33.4% 長者，即係超過54萬人係生活喺貧窮線底下。其實呢個比例係遠高於日本嘅15%、瑞典嘅6%，甚至新加坡嘅10%。香港係全球經濟嘅強國啦，但我哋嘅堅尼係數咧喺2021年咧係達到0.539，係全球貧富懸殊地區最大嘅地方之一啦。人口普查數據亦顯示，35% 嘅長者啦，其實係完全依賴緊香港政府嘅補貼，例如長者生活津貼及綜合援助。咁我喺觀塘嘅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啦，一啲工作坊亦認識咗一位叫梁伯伯啦，佢係一位69歲嘅前機械技師啦，佢嘅雙手依家咧就算係到呢個年紀，仍然係可以維修一啲器械啊，或者整一啲引擎等等。但係佢每月仍然領取緊3500蚊嘅長者生活津貼。佢支付咗2300蚊嘅租金之後，其實都所剩無幾啦。但係其實佢同我講話，如果有人肯俾佢一個工作機會咧，佢係好願意工作嘅。呢個唔單單只係一個個別嘅例子，而係成個制度嘅失敗啦。勞工處數據亦顯示啦，僅約8.5% 嘅長者，即係13.5萬人啦，喺香港工作係遠低於日本嘅25%啦，瑞典嘅20%啦。僱主成日認為年齡大就係等於能力低，
但係其實中文大學嘅研究啦，亦都反駁咗呢一個觀點啦。佢哋做咗個研究就話，長者喺適應上嘅崗位啦，例如一啲品質檢查或者指導新人嘅崗位上啦，佢哋嘅生產力其實係可以高過年輕同事5到10% 嘅。尤其是係需要一啲精準或者有耐心嘅任務上，其實佢哋係有優勢嘅。而喺社會福利署嘅調查面啦，28% 嘅失業長者咧，其實係出現到憂鬱嘅症狀嘅，係對比起有工作嘅長者係多4倍有多。咁我喺中心亦認識到一位叫黃太啦，佢係一名70歲嘅前會計嘅文員嚟嘅，佢嘅頭腦其實依家仍然好敏鋭、好清晰嘅，對於一啲數口佢係仍然做到嘅，但係無可奈何嘅係佢冇咗工作之後咧，令到佢身體嘅情況加劇啦，糖尿病亦惡化啦。佢自己亦講話，佢上年3度入院，覺得好浪費納稅人嘅金錢等等。咁其實呢場危機其實係波及到全香港嘅長者貧窮咧，其實每年咧係消耗緊香港約400億嘅港幣啦。單單醫療開支已經有100億嘅港幣啦。高血壓、關節炎、糖尿病等等逼爆公立醫院。到2036年，香港每超過4位就有1位係超過65歲嘅長者嚟嘅。相較之下，瑞典有20% 嘅長者就業，貧窮率僅僅6%，醫療開支下降25%。而日本亦有25% 嘅長者就業，其實係咁樣令到佢嘅日本嘅長者福利其實係減半嘅。但相反喺香港啊，呢個長者生活津貼3500蚊，其實係僅僅覆蓋到一半嘅長者，因為其實長者生活津貼仍然有一啲資格嘅限制啊，或者審查等等。以我認識嘅中心一啲長者，其實佢哋亦都將佢哋排除在外，佢哋係拎唔到嘅。呢一場危機其實係關乎我哋香港每一個人啊！呢啲長者其實並唔係一個負擔嚟嘅，佢哋亦都之前為香港嘅經濟繁榮作出一啲好犀利嘅貢獻啦。咁忽略佢哋其實等於浪費咗人才，加劇社會不滿，令到納稅人會有更高昂嘅福利開支啦。咁其實我哋正正就係需要呢個銀齡勞動力整合計劃去釋放佢哋嘅潛力，唔單單只係為咗公義，其實係為咗香港嘅可持續性發展，令到佢哋有一個機會。咁究竟點樣解決呢個問題啦？銀齡勞動力整合計劃 SWII 提出3管齊合嘅策略啦。目標其實我係想喺5年內等20萬嘅長者係可以慢慢咁就業，而呢個策略亦都會參考咗全球嘅模式，再加本地嘅情況去作出分析同埋評估嘅。而喺第一支柱方面啊，我哋就強調僱主同員工之間嘅合作嘅，就會有呢個僱主合作計劃，目標亦都係想提升銀齡族嘅技能提升啦。我哋將以分級嘅制度去激勵一啲企業啦。喺最簡單嘅層面上，僱主每請一個長者咧，佢哋會獲得6000蚊嘅津貼，為期1年啊，用於一啲適應性嘅調整，去幫助一啲長者去融入到佢哋嘅工作情況。例如長者可能有一啲健康問題，例如一啲人體工學椅、助聽器、一啲加泰字體嘅手冊等等啦。以我為例，我參觀過一間五金鋪啦，一個66歲嘅貨倉職員啦，佢配備咗一啲耳機啊，或者一啲為佢設計嘅凳之後啦，其實佢嘅工作效率係得以提升嘅，盤點錯誤率亦減少。整體而言，其實佢係長遠為嗰間五金鋪係帶嚟到一啲利潤嘅。咁喺進階層面上啦，如果一間企業決定繼續聘請長者啦，咁每名員工就可以獲得1萬蚊嘅港幣作經驗獎金啦。咁喺領導層面上啦，如果企業達到6% 嘅長者員工比例啦，咁進行咗年度嘅友善審核啊，並且設立咗長者導師制度啦，其實係可以獲頒呢個銀齡勞動力嘅勳章啦。咁喺呢個第二支柱方面啊，我哋係想將長者嘅技能活化啦，並且喺香港想推行呢啲銀齡人才嘅實驗室啦。目標就係全香港設立12間銀齡人才實驗室，綜合一啲實務嘅培訓同埋一啲科技啦，等長者可以作一番嘗試嘅。例如元朗一位68歲嘅前司機啦，其實佢可以成為啦送貨路線優化導師嘅。佢有幾十年嘅駕駛經驗啦，同埋用 GPS 嘅經驗啦。例如我剛剛講嘅，亦都有提及陳太啦。其實佢可以培訓成為一啲烹飪指導嘅指導員啦。佢喺學校嘅廚房經驗咧，其實係好熟悉嘅。其實佢可以透過自身嘅經驗，再加科技嘅結合，可以優化嘅。我哋可以將會運用 AI 去驅動一啲技能配對工具啦，評估一啲長者嘅記憶力啊、靈敏度啊、手部活動能力等等嘅，去將長者匹
匹配適合嘅崗位啦，例如一啲虛擬導師等等。以日本為例啦，大阪嘅 AI 系統咧配對成功率係高達50%嘅。咁其實設立呢啲實驗室咧並唔係因為慈善用途啦，而係一啲人力資源嘅投資嚟嘅，係目標都係想長者保持活躍啦，可以將來投身到工作市場，減少呢個醫療負擔。同香港現行嘅政府嘅福利制度其實係唔同嘅。香港政府提供3500蚊嘅長者生活津貼，但係我哋呢個計劃就係提供為佢嘅工作，透過工作提供出路。而講到我哋最後一個支柱，第三支柱咧，就係想向呢個政策框架之外咧，建立一個銀齡嘅機會網絡、一啲社區網絡等等，將會有3個重要嘅發展方向嘅。第一咧，我希望就係修訂呢個僱傭條例啦。如果員工係超過50人嘅企業啦，每20名員工咧需要有一位咧係需要有長者適應嘅職位，並且咧需要每年公開報告呢個長者嘅情況啊，係需要公開透明嘅做到。第二，亦希望可以設立20億港元嘅銀齡科技基金，去資助一啲創新嘅方案啦，例如科學園嘅一啲初創公司啦嘅手勢操控收銀系統等等啦。所以呢啲系統咧喺香港雖然已經係發展階段中啦，但係其實係長遠嚟講係方便到一啲手部唔靈活嘅長者去做呢啲收銀工作嘅。最後亦希望成立呢個銀齡工作嘅委員會啦，想個成員方面就係由長者啦、人力資源專家啦、功效學家啦等等嘅一啲其他領域嘅人士去成立。呢啲目標希望喺30日內解決到糾紛啦。而德國其實喺呢啲委員會方面亦有類似嘅經驗啦，成立咗呢啲委員會咧，可以令到長者同一啲員工啊、老細嘅職業糾紛啊或者摩擦減低咗70%嘅。咁可以令到有助長者可以迅速咁返回崗位上啊，亦都可以作為一個有效嘅溝通橋梁，表達意見。而呢項計劃首年嘅預算就係為150億港幣啦，80億咧就係嚟自福利嘅節省啦，咁40億港幣就係嚟自稅收啦，30億就係嚟自綠色債券。當然我哋亦都有參考呢個德國柏林嘅模式啦，呢個係一個可持續性嘅模式嚟嘅。咁港大亦有做研究顯示啦，長者就業每上升1% 啦，醫療開支就會節省25億港幣啦。咁香港生產力局估計啦，佢哋嘅貢獻其實可以推動到 GDP 增長到約0.6%。對於香港嘅可持續性發展啦，或者未來嘅發展，其實係一個好好嘅方向。大家亦都可以到依家想像一下呢個畫面，68歲嘅陳太每個月賺18000蚊，喺深水埗教人烹飪，佢可以買新鮮魚啦，而唔係一啲罐頭食物啦。佢可以買一啲藥物，唔需要再住院啦。70歲嘅梁伯伯亦都可以月薪2萬蚊去修理機器，從而令到佢嘅健康穩定，重拾尊嚴。放大嚟睇，到2029年，20萬嘅長者就業，貧窮率可以由33.4% 下降到18%。而香港大學亦指出，工作其實可以令到慢性疾病減少約30%，醫療開支長遠節省120億。以瑞典為例，長者就業可以令到福利成本降低40%。咁如果綜合返香港嘅情況，香港其實每年如果實行到呢個計劃，每年可以節省160億嘅港幣。而去到2036年，30% 嘅長者就業，貧窮率可以降至12%，達到可持續嘅目標啦。每投資1蚊港幣，可以通過稅收增加福利加減，獲得5蚊港幣嘅回報。咁將會打造長者唔再成為一個負擔，而係建設者嘅香港。佢哋同樣都係導師、工人，係有工作嘅身份。我哋將會共同建設更強大、更加有可持續發展嘅未來。而我哋亦有一啲路線圖啦。喺2025年6月啦，我哋就會喺老年人權益保護法案入面希望喺12月前通過，並且用儲備金對價值1000萬港幣嘅房徵收1.5萬元年度稅，同埋綠色債券籌集150億港幣，並喺2026年開設12個港元嘅年度稅及綠色債券籌集150億港幣。喺2026年前開12個社會人才實驗室，佢會為老年人服務，並且提供支持，將佢哋團結起來。
並且會與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同埋一啲長者中心 NGO 合作，將長者成為自己作為推廣者。正如我見過佢哋為自己爭取更好嘅服務而團結。相信亦都有啲質疑者可能認為150億港幣係太貴，但依家現時長者貧窮，每年消耗400億港元，長者唔可以工作，其實係好荒謬。勞工處講數據顯示，35% 嘅長者表示健康良好，而喺日本為例，25% 嘅就業率已經證明可行。我喺長者中心亦認識到一名廚師，佢發誓佢比年輕人做嘢更快。諗下如果呢個計劃每個月6000蚊港元補貼就可以釋放到佢嘅潛力，咁點解唔提高養老金呢？長者生活津貼3500蚊，會其實令到長者依賴，但係工作相反賦予佢哋自主，賦予佢哋自由。但係有人可能話企業唔會參與，但其實之前新聞嚟嘅有報導，喺土瓜灣一間咖啡店請咗一個67歲嘅員工，可能佢迎接咗員工一啲客戶後啦，因為顧客嘅停留時間更加耐啦，反而令到佢個銷售率咧增加到2萬港幣。呢啲激勵嘅措施相反係有效。而我再強調一次，呢個其實唔係一個賭博，而係必要嘅資舉嚟嘅。想立即通過呢個銀齡勞動力綜合計劃，我哋嘅長者係唔可以再等一日，唔可以再等，應該要重拾佢哋喺香港故事中應有嘅位置。總結，33.4% 嘅長者貧窮率並非必然，呢個係我哋可以解決到嘅問題。我喺社區中心見過無數嘅長者，佢哋係香港嘅棟梁，但係偏偏卻被邊緣化。其實佢哋充滿咗好多技能，喺年輕嘅時有唔同嘅工作技能、經驗、幾十年嘅人生智慧。而喺瑞典同日本，其實佢哋係證明咗年齡係資產，而呢個計劃就可以令到約20萬嘅長者重返工作嘅職場。到2029年，目標就可以將貧窮率降低到18%。我開頭話呢個計劃要投入150億嘅成本，但係長遠嚟講，佢係可以每年節省到400億嘅港幣，並且有持續性咁強化到我哋嘅城市。陳太可以為學校繼續烹飪，梁伯伯可以繼續修理機器，150億港幣買到嘅尊嚴而唔係施捨。而我認識到嘅女士亦都可以專注孩子啦，而唔係父母嘅租金啦。呢個唔單止係工作，更加係關乎尊重社區同埋每一位長者可以貢獻嘅未來。希望大家支持銀齡勞動力整合計劃，等我哋可以賦予長者一個發光發熱嘅機會，證明香港嘅繁榮係唔應該遺留任何人嘅。多謝大家。